中煉油脂的沙拉油，互人驗出致癌物質超標。原本是藥師敢若講，甲即批有問題的油落架就好。毋過後來是改做有用到即批油超過2成的加工食品，佇咧7月初6暗時12點之前嘛，攏愛落架。台中市食安處繼續去賣場，也市頂所在堆裝中煉問題油，目前已經查獲283箱，總共回收超過1.5萬公斤。毋過銷售第一時間，敢若要求回收第一站油品，其他產品免回收，引起大家討論。這是暗時趕緊宣布擴大有風險回收，包含原型油品，用受影響沙拉油含量20%以上的加工製品。因為這個原型油這個還是以油的原型樣態販售的商品，也都預防性下架，然後去先檢驗合格之後再上架。考慮是按優先銷售擴大有風險回收，毋過中煉油脂早佇4月到技術接到下邊業者通報，毋過一直到6月底才向銷售通報，中間是毋是有涉嫌暗崁？周總統表示，這禮拜銷售會甲台中衛生局實地勘察，會照台中市衛生局初步報告，調查清楚倒一個環節愛加強，了會擴大檢驗，包含中煉油品製成原料檢驗攏會改變，無完全改善免復工，回收加工製品。為什麼用受影響沙拉油含量20%以上當作回收標準？周總統表示，這是照106年專家會議定出的處理原則。這一次呢，所驗出的最高是8個 ppm， 也就是超出我們原本的安全2個 ppm， 大概是4倍。所以以這樣的推算，那麼合理的推算，那麼把它下降到20%以上的需要預防性下架。主管機關的說法有點像是，他一開始是超標，可是他把它降下來，這樣子的話，其實跟法理相抵觸，然後跟安全也是相抵觸。食品技術工會表示，政府應該回歸根本原因分析，避免老虎式糾正。即馬制度邊雖然有要求業者自主檢驗，毋過無正做有效輔警。未來按為高風險、高產量加營養範圍廣的食品，優先推動風險管理分級。周總統表示，前來邀請國內4大煉油廠討論原料製成檢測等，後續閣擬定新的把關方式。記者綜合報道。